板橋因有國民之家，而且有逼出一位姓賴的查某公務人員，利用職務，在一段半時間內底，甲3位住民349萬隆重甲領了。合議庭就認為講，為着個人的利益來犯案是無通好公正的。一審依照3個貪污罪，該判刑4冬，褫奪公權2冬。老先生拄過佇步道慢慢行，提供安養照護的板橋永裕國民之家發生家己顧家己偷的代志，任職正儕年姓賴公務員，偷領住民349萬元。一審照3個貪污罪，判處4年徒刑，褫奪公權2年，專案也會當上訴。被告身為公務員，竟為圖私利，侵占職務上所持有非公用私有之財物，以危害官箴，並減損公務機關執法之威信。原本是社工所的伊，佇板橋嚴家工作3年後，升任輔導員加董長，負責保管住民的證件寄金鋪啊。不過，以職務的機會，為112年3月開始偷領3個住民的存款，1年半領41屆，一直到有住民過身，板橋嚴家查項目專案才閉空。本案係我們本家主動發覺異常，已經追究當事人的行政責任，於114年4月2號予以免職。看無到暗砍嫌犯，在佇偵查機關介入前主動自首，坦白犯行。規定審理階段，閣搬出憲法的前砍民訴規定，請求減刑判決完刑。不過合議庭批評，伊為着家己的私利犯案，動機甲原因無得到原諒。到宣判迄天，伊敢賠償一個住民11萬。可能在10-20年是非常常發生的哈。那後來都要求所有的相關機構都要訂定明確的這個高齡財物入住住民的財務保管辦法。那或許這家榮家可能第一個要去思考機制這一塊有沒有什麼樣漏洞。面對板橋嚴家公務員知法犯法，立院分析，若是依照正式的行政流程，受託保管財物，都必須重新檢視考核制度是不是有落實執行，同步檢討即賣制度是不是也有管理的漏洞。記者採訪報道。